喺紐約街頭，你隨便望下，個個都係低頭族。但你有冇諗過，你每日用手機嘅嗰幾個鐘，係喺度消耗緊人哋嘅創作，定係喺度建立緊自己嘅價值？世代轉變 ，the generational shift， 最精彩嘅地方就係每個人都可以係一個媒體。以前我哋係被動消費者，電視播乜我哋睇乜，但新世代追求嘅係個人自主 （individual autonomy）。與其做一個單純嘅看客，不如利用你嘅經驗做一個創造者。無論係寫字、拍片定係分享專業見解，呢啲都係你喺數碼時代嘅個人名片。今日金句：消費只會令你荷包縮水，創造先會令你價值升值。唔好只係做一個觀眾，試下分享你嘅故事。喺呢個時代，只要你有嘢講，全世界都係你嘅觀眾。想揾到自己嘅創作力量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我哋紐約與你，每日1分鐘，同你一齊進步。聽日見。